跟上！小鸡炖蘑菇，小鸡炖蘑菇。核桃想回家。大山裂开了，咱们进去瞧瞧。好窄，进不去吧？没事，看我的。把屁股倒进去，然后一缩三蹦。皮皮大哥被挤扁了，你们两个快点跟上。私たちも入りましょう。里面一定有宝物，我来了。3个小家伙哪儿去了？好像是去南山玩了。哦，南山。皮皮长得好奇怪。撤！南山有异次元山洞，而且山连山洞套多，进去就糟了。脚印到这儿就没了，只能挖洞进去了。哎呦，这能行吗？快点起来，核桃，马上就要到出口了。核桃好想吐。看月亮，我们出来了。挖了这么远也没找到他们。皮皮，爷的手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开始变化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皮皮，核桃，小狐狸，是皮皮他们，皮皮。你谁呀？四不像，你们还好吧？四不像，出口在这儿。别愣着！总算是出来了。有兽小剧场。本集中，皮皮他们进入到了哪里？神秘峡谷、多维空间、幻象丛林。你科幻片看多了吧你？正确答案是多维空间。多维空间，多维空间是一个空间拓扑学的术语，指由4条或更多维度组成的空间。如果确实存在多维空间，那么世界上有可能会出现绝对隐身、超近道，以及多维物体在3维空间投影等现象。